觀瀾古墟。去觀瀾古墟可以乘坐4號地鐵線往牛湖方向，喺觀瀾湖站落車。出地鐵站約步行900米左右，到達觀瀾古墟。出地鐵站 C 出口行反方向入小路，喺彎角嗰度睇到往觀瀾古墟嘅指示牌。一間快剪10蚊嘅理髮店，正對面有一間專賣牛肉粉麵嘅小食店。兩間店鋪都係一人經營。星華一街。喺觀瀾酒店同工商銀行路口，星華一街右轉新蘭大街。呢度係新蘭大街。到達咗觀瀾古墟東門入口。觀瀾古墟已經完全商業化，主要由店鋪、美術館同埋工作室組成。新東街同觀瀾大街交接路口。繁體字中國食品公司刻畫出糧郵票時代。呢個觀瀾古墟招牌夜晚應該相當耀眼。紀念門票、手繪地圖、掃微信碼可以免費領取。店鋪提供漢服、唐漢風、韓服、瑤族裝，仲有特色嘅簪花服裝拍攝。觀瀾古墟係深圳僅存4大古墟之一，距今已經有200幾年嘅歷史。整個街區有一條南北向嘅觀瀾大街，4條東西向嘅東門街、新東街、賣布街、龍崗頂街組成。呢條賣布街長90米，闊3.2米。觀瀾大街通往觀瀾河邊。一間展覽館集繪畫、攝影同人文展覽，免費參觀。打卡位萬鼎美術館。差極居民宿提供一體化餐飲、視聽娛樂設施。整個景區有規模大小唔同嘅碉樓6座。
係當年居住喺呢度嘅客家人為抵禦盜賊騷擾而修建嘅。紅樓蘭國公益酒家1938年建成，係當年最豪華嘅大酒家。虎子廣場夜晚有燈光 show。觀瀾古寺始建於乾隆年間1725年，2007年原址重建。後殿正中供奉觀音菩薩。入咗呢個細門口，續走西門街，接賣報街。而家我哋喺西門街去賣報街。街道嘅兩邊保留咗明清時期嘅磚瓦和工藝特色，俾人感受到濃厚嘅歷史氛圍。有好多特色商店出售當地傳統工藝品、土特產同埋美食。繁花分埋舊店，提供多樣服務。賣報街、民族服裝租賃同埋拍攝嘅小店。打卡位時光印記行。出觀瀾大街。轉入新東街。好似走返去100年前嘅光景。大東門街接眾安街離去。東門街口都有一座碉樓。新蘭大街裏邊嘅觀瀾菜肉市場。
直出外邊嘅乾貨區大街。去觀瀾湖地鐵站結束今日觀瀾古墟嘅參觀之旅。